咱再来看主体团体呼吁讲，租厝市场的介绍应该要透明化，政府应该要带头，甲目前包租代管、佮有租金补贴的资讯来进行分析，开放予民众查询，一步一步来进行改革。高厝价时代，少年人就连税厝拢爱一直考虑介绍，尤其税厝误市现象，互租金资讯无够也无透明，难免会拄到凊彩划价处主。租金透明化这件事情，可以就是让促使就是年轻人他们在选择租房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在租房前就是有一些前导的一些概念。即项法规只要求包租业的专租案件，才需要实价定量。按过73938户的代管，甲54万外户的租金补贴，率免定量。主体团体呼吁政府将手边有的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资讯，透过大数据分析，佮开放查询，等加做租厝的人参考。我们目前政府手边能有的包租代管业者相关资料，还有他手边有的那些的租金补贴相关资料，都能够把它至少先做一个定期的分析，这样才能去让我们的租赁市场至少从第一阶段的透明化先做一个努力。来看欧美国家各大都市，每一年定期公告无同款区域的租金水准甲起的幅度。若国内公布相关资讯，除了百万税厝人受惠，政府应作为政策规划参考，决定租金补贴金额，或者是继续去社会主体。事实上，我们对实际上租屋市况的资讯是不了解，所以我们的政策上是有点像瞎子摸象。就是我做了，例如说，我们每个月花4000块、5000块的租金补贴，那到底它是够还是不够？事实上，我们也不清楚。主体团体认为，所有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资讯，拢该充分报出来。这个拜是拜新的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都是希望借阶段性改革，健全透明税厝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